咁今年個策展主題咧就係叫想望之氣啦，就係 Shape of Yearning。咁我就提出咗一個設計3問嘅框架去理解或者去欣賞設計。咁第一個層面咧就係從一個設計嘅功能啦、美感啦。咁第二層咧，設計某程度上都會反映咗一啲社會嘅結構啦、一啲價值觀。創作者做設計嗰時都甚至未必意識到將呢一啲咁樣嘅諗法擺喺個設計。究竟有冇可能每個設計甚至係反映咗個創作者嘅一啲希望、一啲慾望咧？第三個層面其實就係回應咗一個主題啦。其實某程度上，設計係一種想望之氣。我哋今年咧比往年收到多1倍嘅 application 咧，咁呢件事係令到我哋好興奮咧。有一半係嚟自世界各地，呢個係一個好好嘅現象，代表咗 PMQ 由一個本土嘅設計節變為一個國際嘅設計節啦。好希望 Detour 呢個設計節係可以俾香港嘅設計師有機會可以展示到佢哋嘅創作、佢哋嘅本地文化，俾世界各地唔同嘅觀眾可以欣賞到，俾佢發表一啲可能未必純商業嘅作品。咁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嘅。今次成個展覽設計嘅概念咧，我哋就想將成個展覽會用到嘅結構咧，盡量個 waste 減到零。喺我哋設計成個 backdrop 所有部件嘅途中咧，已經諗好佢之後會成為啲咩，成個 reconfiguration 嘅過程減到最少。除咗展覽之外咧，我哋仲有好多工作坊啊、講座啊、導賞團啊咁樣。而今年咧，我哋更加增加咗表演啦，咁令到成個節目、成個 festival 更加豐富。今年咧，我哋亦都加咗個新節目叫做 Detour Kids。我哋係希望將創意帶俾小朋友，令到佢哋好細個就可以接觸到創意嘅力量。